大家好，我是周建儒，我是云林伦北人啊，自细汉嘛是跟我妈做伙大汉的。手毋知要囥倒，我是较袂晓用手啊，但是我感觉有一寡人拢会安尼啊，是安尼。面试的时阵，我感觉家己表现可能无介好，啊，就想讲啊，无定怎啊无调，结果尾仔嘛是调啊，就感觉足爽的。摇摆。嘿对。其实我来台北演戏了后，我常常拢演一寡爱讲台语的角色，啊，毋过拢会演一寡龙魔啊，是啥物物件？其实我感觉讲台语嘛，毋免一定爱演一寡较歹的角色啊，是安怎？阮爸是我这世人上尊敬的人，所以早我是共款听到伊的交代甲教示。我有听到你遐不顺心的代志，我希望总统毋是小孩，较紧好起来。您好，我是周建儒。